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廚房，你自己嘅廚房，輕鬆做出幸福嘅味道。細個時候好鍾意食帶有紅豆餡嘅麵包嘅，今日我就用自己整嘅紅豆餡嚟試做下麵包卷，睇下可唔可以還原返細個時候嘅味道。廢話唔多講，我哋開始啦。盤中係溫水同埋白糖一齊溶解，倒入酵母，將佢攪勻。等待5分鐘，之後就等啲酵母完全溶解之後，倒入中筋麵粉同埋一絲鹽。鹽係可以增加麵筋嘅韌性嘅。用筷子將佢攪勻，攪到冇水嘅狀態，就改用手嚟搓。具體嘅用量可以點開標題下方嘅說明區查看。等到搓到啲麵粉成團之後呢，就可以倒入啲植物油，將啲油搓到完全吸收之後，就蓋好鬆弛20分鐘。經過鬆弛之後，麵團就變得非常之柔軟，好容易搓啦。如果你覺得我嘅影片都唔錯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，並撳埋個鐘仔啦！你嘅鼓勵同埋支持係我繼續嘅動力，多謝晒。而家講返個麵團。搓到啲麵團光滑後，就冚好，放喺溫暖嘅地方發酵到2倍大。手指搓落個麵團度，會唔會回縮，就講明嗰個麵團已經發酵好啦。按壓個麵團排氣之後，分成2份。用擀麵棍將佢擀成片狀，呢個係我自己整嘅豆沙餡，製作嘅方法可以看呢一個視頻，說明區有佢嘅連接。抹好餡之後，就將啲麵片捲起身。收口，再將佢碌均勻，喺中間分為2，捲起身。注意唔好捲得太緊，需要留啲空間，等佢陣間受熱嘅時候會膨脹㗎嘛。連接嘅位置同埋收口呢就要黐緊啦。做好之後係咁樣嘅，放喺個烤盤度進行2次發酵。20分鐘之後呢，就抹上糖水。糖水嘅作用係使麵包變得更加金黃色。爐預熱200度，焗佢15分鐘。出爐之後放涼。呢個係家嘅味道，兒時嘅記憶，顏色金黃。麵包體鬆軟，試下一個嚟睇下。內裏綿軟細緻，組織蓬鬆而且有彈性喎。每一層都捲入紅豆餡，緊密，但係又唔會太多，食起身呢，佢又唔會好夠喎，綿密順口，每一口都帶有一絲嘅豆香同埋麵包嘅麥香㗎。好食啊！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，並撳埋個鐘仔啦。感謝觀看，我哋下次